呢度重現咗200年前日本江戶時代6月份嘅大阪街道，商鋪林立，右上邊嘅係消防瞭望樓。6月係大阪嘅節慶之月，為咗迎接不同嘅慶典，商鋪都費盡心思裝飾鋪面。呢個和服鋪就用咗和服嘅布料做咗一隻寶船，而呢間化妝用品店就做咗一家6口嘅雞擺設。細心睇下，無論公雞、母雞都係用咗好多化妝用具作為材料嘅，連雞仔都係。至於家私鋪嘅獅子，就有鏡子嘅眼睛、盒子嘅鼻哥、抽屜嘅大口。惟肖惟妙。博物館最特別嘅地方就係會日夜交替，讓遊客體驗200年前節慶煙花同埋流星劃破夜空嘅晚上。會喐嘅巨蟹裝飾，多年不變嘅固力果跑手廣告畫，一直都係心齋橋嘅特徵。不過今日嘅心齋橋仲多咗一批痴痴地等嘅 fans， 等啊等，終於嚟啦！20年嚟首次踏足大阪，心齋橋仍然熱鬧如昔。